香港的警察们在一线守护社会的安宁，守护最爱的人。那我们14亿中国人就站在你的身后，守护你。刘色，我们挺你。刘色，我们挺你。刘色，我们挺你。主播说联播，今天我来说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联播里面播出的几条关于香港的消息。现在呢，香港正处在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形势，首要任务就是要止暴制乱。在止暴制乱一线的是香港警察。这段时间，香港的光头警长刘 Sir 成了网红，在网上爆红。但是他的一番话听得让人很心痛。他说，香港警察其实有能力处理这般报复，只恨他们也是中国人，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真让人心疼。因为你是同胞，我们才会手到擒住。但如果你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等待你的暴行的就是法律的手法。今天是七夕啊，是一个关于爱的节日。香港的警察们在一线守护社会的安宁，守护最爱的人。那我们14亿中国人就站在你的身后，守护你。刘色，我们挺你。刘色，我们挺你。刘色，我们挺你。不听告通太重了，往那边退一退，往那边退一退。刚才知识分子用砖头木棒攻击市电机升级，土部队随即组成正台推进，使用防火枪口头闹事人员实施火力打击，同时推退强行驱散。今天使用的催泪弹是新型研制的一枚6响子母催泪弹，具有覆盖面广、驱散效果好功能。现在冲击再次升级，爆竹使用砖块、木棒、铁器攻击我对手。使用自制汽油弹、野马和攻击器材，对我队形进行攻击。现在抓捕小组前出，向为首的守分子进行抓捕。再次升级，暴徒开始使用汽油弹、或是爆炸物、燃烧平板车、铁马等攻击性器材攻击我。现在我抓捕队形前出，对首要分子进行抓捕。
射的就是子母催泪弹，抓捕成功，自我快速长空下，暴徒悉数被抓，残余分子全部退散。处置警力迅速扑灭火势，现场恢复秩序，暴力骚乱事件得到成功处置。经过7年多的发展，深圳市公安局一动队伍总人数已经达到6000余人，实现了建制统一、编制科学、管理规范、专业性强、指挥顺畅的舰队目标。